下問，明明彼此有同感，難道等一天變做熟人，發現原來相襯？都有幾個人靠近，現在還未算，前面情節會逐漸降溫。遲來1秒鐘，沿途經過和結局其實太不同。盼望猶豫未決的情人回信，猶如恨仍懸在半空。等一等，拍得到得來已是無用。等一等，這刻的感動變做裂縫。提示很充足，但你的態度永遠不得要領。都要等你來確認，現在還未算，前面情節會逐漸結冰。遲來1秒鐘，沿途經過和結局其實太不同。盼望猶豫未決的情人回信，猶如恨仍懸在半空。拖一拖，等一等，拍得到得來已是無用。拖一拖，等一等，這刻的感動變做裂縫，連提及亦會心痛。都要等你來確認，現在還未算，前面情節會逐漸結冰。遲來1秒鐘，仍然等你來告白，何時你都未動容。怕在離場後接到遲來情信，其時和旁人在抱擁。拖一拖，等一等，怕這點激情最後和緩。等一等，終於知表白刻不容緩。